难道你住在国外？哎呀，别醉了，女生出门当然要慢一点，化妆、粉底、眼影、睫毛、口红还要再营业。衣服不是太多，但就不知道该怎么选。穿了高跟鞋去你那路径还要这么远。快点说，你到底还要多久？一寸光阴一寸金，我劝你别再拖。我就是爱漂亮，出门都要照相。如果你想约老娘出门，那就不要杠。你到了吗？哎，师傅你到了哦。我到了啊。好好，我马上下去。哎，你到了吗？还有东西忘记拿了。哎，你到了吗？我在楼下5号的门口。你到了吗？我已经下电梯了。哎，你到了吗？我好像走错路了。哦，你到了吗？师傅再给我2分钟。到底到了吗？其实还没有。你到了没啊，小姐？快一点老点，我在你定位的位置，你是不是还没有了解？咱俩也不是朋友，等你等得很久，全中国还等着我去载13亿的人口。哎，司机不好意思，你不要提示，刚刚看了看手机，才发现打错地址。那我取消订单好了，你真的让我很生气，你这样怎么让我去接下一单的生意？我到了，师傅刚刚真的很棒。现请问你车上有没有条iPhone线的充电？我这啥线都有，主要是这里车不好停，说句不好听的，等下记得给我好评。你到了吗？我阿妈还没睡觉啦。你到了吗？兄弟再等我一下下。你到了吗？我已经在准备了。你到了吗？说你到底还要多久？你到了吗？嘿，我阿妈应该睡了。你到了吗？好，你再给我10分钟。你到了吗？我已经要出发了。到底到了吗？其实还没有。真的超久，头时间高，说时间都飘走，还在那边跟我说今天晚上要开包秀，在这里10个人就等你一个过来开，团怎么还不出来？难道你在你妈的台？兄弟不好意思，真的不能被我阿妈发现，但是我已经偷看到她开始在打哈欠。现在的时间充沛，装备都全部就绪，你们就先打机场，反正我等下就会过去。跟你说，时间比LV还贵，到底。